今日春日后嘅好天气，绍兴慢慢欢喜嘅启动佢嘅125奥多拜出发去做照点，由金花、银花来入会，梦面到。哎哦，成哥要用拜么？啊，冇事情啦，冇事情。哎，来，那小你啊，走对了哈，走好，好，对你看，走对了，走对。好。慢慢挂号。哦，等一下。哎呀，好，是梦一啦，好，再见啦。不要马开了。哈，开始啊，跟我讲起冇事情啊，我们要用意呐，用加三啦，用加三啦，烧死头子，当起来当电影讲的是如此。其实啊，大家唔是咱紧张啊，小师徒伊啊吼，无人就上来按点错。啊，唐姨按用英讲爱是下放心咧，所以到底系嘛个意思咯？简单来讲啊，做今日啊，不管你时差还是多摆啊，你冲动你还不你冲动，只要你们有发生交通事故啊，你还冇停下来看，冇打电话报警，也有你叔叔冇打电话向救护车来救你的吧？按那情况下，最有可能会变到肇事逃逸。用时间讲一下。肇事逃逸。错冇？小师徒好都好通过关，好。唔过挑战讲到介爱啲啊，因为阿妈冇阿婆其实系去奥多拜，韩国后生嘅成个其实去时行车，记到冲到咯，安容易。唔过冇安严重啦，只强冲到安容易。其实对到咧，唔过阿妈冇阿婆咧，仲嘅亲戚人过入少事。唔过记住下车去看客厅，记住问个事情冇，介成个未讲冇事情。用办呢，佢长离开啊，所以应该冇拖日啊，吼。其实啊，简单来讲，做警察老上的无困用啊。我唔系警察。系啊，因为讲咯，第一点做讲，今日惊到发生事情，惊到冲突的，迄万人唔错，其实按真人咧都万人，其实唔免人家就唔讲，唔免爱讲，免阿婆讲会做数。其实还能够请警察来现场来看，惊到我要做记录啊，可能佢会翕相啊，佢会画图。佢会留现场来看一摆，然后佢亲口佢会讲，可能会万人有问题，谁有违反法规，都有可能会有的责任这样子。那听一张问题来讲。一开始你有用木主来看，可能你魔术上查还没魔法，然后说啊模式太搞就这样，啊不过有大家看到诶，有可能前后边引出这个，我当时都啊蛮难你魔送快，系啊，啊你情况下其实唔讲阿婆真的佢冇经验冇，其实没某一天，故说佢离开现场还是有可能变成肇事逃逸。所以挑战就特别讲到是系为打电话俾警察，都冇喊介到警察啦，但是就出现介警察啦。不过定记到来，韩国会协商，韩国如果做比料，会发动事件，可能2-3点钟是冇咧。其实啊，大家一定要注意哦，因为时间係做唔得散的。做嘛讲咯，因为啊，根据我们的法规规定啊，其实你没留到现场的话，是会有罚则的。哎，你有法规出现。哎，好，对，很有默契。大家都会看到一下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低度住轨厅啊，直接不讲客语就对了。太难了。好，应该来讲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。好，低度住都看到呢，其实唔係發生交通事故，唔係冇停下來看，冇報警的話，你就出車就老多冇去解事情就只有踢的。安尼情況下，就會俾你罰錢哦。洋蔥的話，人駕照咩會俾你吊扣。洋蔥，所以很有可能會俾人管哦，有可能。有可
可能。就可能本因管韩国驾照咪会本机吊扣，啱从嘅问题，所以啲事件切对中的上，法律啲事件仲比你前件睇下好啦吼。韩国出体你嘅报警自我，韩语嘛嘅重点会提醒大家嘅冇。好，来，今日呢就一刀老太家讲清楚啦。大放送，耶！大家都在看到一篇有下5點事情。我哋提日假設係打天花板警察，打白色用嘅。好，第一集做嘅打天花板警察的啊，佢係警察就現場做記錄，大家已經有講清楚、講過嘅。那第一點呢，主要來講，所唔得七家老多冇事情就走退，一天都留下來，那等到警察嚟來處理事情後，講做得結束嘅，做大家都會轉嘅，唔當做會離開。那第三點就會留下聯絡方式。那輕重要嘅問題就會講，喺後邊我請人來負責呢啲事情嘅時候，我第結散很滿意，我聯絡嘅到期，打電話會有人接。哦，所以你發生事情該用是停錯嘅確停機係溜進確嘅天花，做得痛嘅天花，因為當呢種壞事呢，係啊，其實我做提到有嘅人啊，佢補天花就要補假嘅天花板啦。故說話大家要注意哦，唔係要留天花按用嚟留咯，一天要當場拿出人嘅手機嘅七隻大天花板，要確定嘅手機嘅咪會響，咪會接通，有人會接有通，安尼做嘅當做。確定講佢嘅天花係真嘅天花。當場就會注意，韓國最尾2點。後邊呢，第4點就會講，因為以下動作路後就會有監視器，如果你查後面會有行車記錄器。其實這種影片的記錄啊，其實都在當做一種事情發生的證據。證明。係啊，就是大家前面有講，我搶警察裡面有當重要一部分係。因為你有去搞這種的調監視器，你會很警察的天數，然後調監視器的畫面，那個畫面做對算是可以保障自己啦。之後呢，聽點做講，唔係有保險的法，做對打電話係保險公司人來天數處理啦。用來講呢，因為保險公司佢就條路做做安尼嘛，佢可能佢對安尼的常識就比較熟。從下都懂。係啊，故說很幾來天數處理的法會比自家處理還好啦。韓國愛用唐講愛通時，當從面冇記自家講吼，叫準皮解科解數病毒差啲維度發生安樣嘅事情，其實恰下其實冇問題咧。其實吼。先講下同事動作樣啊，然後這個就差一點都不用嘅。要準備。係啊。不過其實而且冇嘛建議大家自己搶嘅和解數啊。因為講咯，第一個問題就係講，一開始你唔看講冇做看動作冇輸送，差一點冇快，唔做搶嘅。有可能喺前面看到嘅後生嘅。轉都不卡上吃到你去那一通，其實會不會因為你已經搶了和解書之後，你就重點去伸張自己的權利啊，所以這個情況其實對自己的影響蠻大的。我們來去搞冇建議啦。第一個問題就係大家有講到嘅保險公司嘅問題啊，因為保險公司佢規定動釀，係講較唔好談嘅就有一些壞事啊，好，佢就會講。既然你跟對方已經私下和解了，但是表示某事情，對，就表示過某事情嘛，那就代表說你之後要去申請這個保險理賠金，可能其實唔會答應你因為鴉片要較注意啊，就是說我去搞係冇建議大家私下攞你搶和解數啊。所以咱都係按用你冇建議大家私下搶和解數了，所以根本你好多嘅動作提醒大家是係停錯愛打電話報警，說提一點，韓國駕駛公就作上解法愛我們。就打119很救護他的救你。係冇錯，所以你根本你法律你專家單元是讀兩篇，駕駛公當好，你介單元你就得衝下去看副起來咧，冇事係其他家填寫推介面書 YouTube 去站發落了，你法律你專找來了。